家己当少的温啊社区是传统渔村，公共设施有较无齐全，甚至有真侪土地趴荒。社区发展协会最近邀请规划师来起一口大灶，希望和社区的囡仔甲乡亲时代做好主者联络感情。 社区志工替大鼎灶喝茶，边仔阁有准备鱼仔要来烘。原本这片土地只有种一寡物件，地主把土地管出来，让社区来规划使用。大家做伙讨论了后，决定要搭边仔起一口大鼎灶。旅外的游子，他们有时候假日想回来，那想回来，其实这边也没有一个餐厅，也没有一个，他们希望说营造一个大灶，大家也可以一起准备食材，然后在这边煮一煮，甚至未来这边也可以简单的露营。 甚至未来有些空间，如果整理起来，也可以简单的住宿。安尼嘛袂歹啊，整理安尼嘛真好啊。啊，迄大鼎灶你感觉咧？好嘛，真好呢。为什么哈？啊，那为什么通煮物件，迄落拢嘛真好势？东石乡的温仔社区有900多人，因为所在偏僻，一寡建设较无充足。社区发展协会甲居民决定打造一间社区厨房，让社区内底有一个会当做伙煮食、维持感情的多功能活动空间。 主要大家靠做伙，做伙食物件，咱年节时啊，做伙来讲节日，比如讲爸爸粽，年底咱炊粿，安尼，老咧，回，都较早迄种农村社会，迄种感觉就找倒来。社区发展协会指出，为着生活，大家拢厝外食头路，庄脚内底拢是囡仔甲时大。 这卡大鼎灶先来替时代重现早时的生活记忆，刷来阁要替囡仔起一个会当佚佗的所在，让这个社区的生活环境愈来愈好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